各位大家好，我今日就會讀出刊登於追龍衛斯理著第8部陳長青的星象和人生的新理論。孔振元提起咗嗰個黑漆描金雙子，令我諗起呢10幾日嚟，白素躲在地下室中喺度做啲乜？佢喺度對付嗰個9指連環鎖。白素有時會用好奇怪嘅想法，我就用最直接嘅方法去拉脫嗰啲鎖，發現大箱中仲有小箱子，小箱子仲有更細嘅箱子，而最小嘅一個箱之內又空無所有。白素曾經講過，孔振元把呢啲箱用咁複雜嘅鎖鎖起嚟，一定係另有用意。當時佢表示應該耐心地去解開呢啲鎖，而唔係用我所用嘅辦法。呢啲想法就十分古怪。箱子裡面如果係空嘅，無論用乜嘢嘅方法打開佢都係空㗎啦。用斧頭劈開或者用鎖匙打開，結果都係一定一樣。但係白素卻唔相信呢個如此簡單嘅道理，佢一定喺度當晚嘅時候就將被拉脫嘅鎖扣再裝返上去，然後逐個逐個打開嗰啲鎖，睇下結果係咪會有唔同。佢曾經提示過我，問我少咗啲乜嘢嘅東西，嗰個箱子唔見咗啦。由於根本係一個空箱，我對之冇興趣，所以一直諗唔起。直到呢個時候，我先知道佢喺度做緊啲咁傻嘅事。唔知道而家嘅佢已經弄開咗幾把鎖未呢？嗰種9指連環鎖本嚟就係好複雜，去到最後一句細到要用個鉗嚟操作，要搞開佢唔知花幾多功夫先得啦。我決定一返去就告訴佢，我已經知道佢喺度做啲乜，並且勸佢唔好再做落去啦。當下孔振元聽咗我回答之後，神情十分詫異，個箱裡面乜都冇。我攤開攤手，係啊，唔係嘅話，個箱中嘅箱由大到細一共有9個，每一個都有一個9指連環鎖鎖住。打開最細一個箱，裡面根本乜都冇。孔振元嘅神情就更古怪，真係家亨行事真係神魂莫測。陳長青插咗一句：我唔相信啊！你咁快就搞到個鎖啦！我笑道：個箱喺我度，我自然唔會有耐心慢慢去解鎖我作咗一個把鎖拉斷嘅姿勢。陳長青大不以為地搖頭：衛斯理，你個人真係煞風景到極點啊！你有冇諗到孔老先生咁樣做係有道理嘅咩？我笑一笑，當然有道理，就係想引你呢一種懂情緒嘅人去嘥時間咯。陳長青一臉欣然之色。孔振元坐低落嚟，我向佢簡單地解釋咗一下子我哋嘅發現，佢聽到都十分唔耐煩。等我講完，佢哈哈笑咗起嚟：家兄真係啊，衛斯理，我睇你有冇能力可以挽回一個城市嘅浩劫啦。我攤住隻手，當然冇啦。但係我哋想知道進一步嘅資料。孔老先生先前所講嘅話，有一啲你以為冇意義啊，但係可能十分重要㗎。孔振元立時搖頭：我唔能夠幫你。佢講嗰啲嘢，我根本就聽唔明，如何記得住呢？我講：咁又係真嘅，不過你曾經講過，佢要見我係好早以前嘅事情。佢要你揾我，總係講個原因。嗰個時候佢講嘢，你係唔係仲記得呢？孔振元微一微頭，諗咗一諗先講：佢第一次提起你嘅事，就係江星月老師仲喺度嘅時候，有一次江老師嚟睇佢，兩個人講下講下，佢就把我叫咗嚟啦。孔振元又諗到片刻，又講出當時嘅情形。當時孔振元半躺在床上，江老先生坐喺床邊。孔振元一入去，孔振元就講：有一個人叫衛斯理，你叫佢嚟見一見我啊！孔振元知道哥哥嘅脾氣，講返轉顛三倒四，今日講啦，聽日又會唔記得㗎啦。係唔係唔應承卻又唔得，所以連環答應。孔振元吩咐完畢，自顧自同江老師喺度傾偈。孔振元對佢哥哥十分尊敬，唔敢即刻出去，亦都企咗一陣。佢聽到孔振元講：東方七宿聲望才現，但遲早會亂亡，屆時將大禍降臨身啊！江老師長嘆一聲：天行不仁，內蒼生何呢？孔振元又講：
依我睇呢次大禍，如果所託得人，還有一線轉機。江老師又嘆：唉，嗰位魏先生，佢係一個奇人，希望呢顆救星應該係喺佢身上㗎啦。孔振元講到呢度，向我望一眼，我聽到呢度我就出返去啦。陳長青一躍而起，指住我：聽下，雖然七星聯盟大禍在即，但係佢哋兩位早就睇出有救星啦。嗰個救星可能就喺你身上啦，衛斯理。我苦笑着指着自己個頭，睇仔細啲先啦，頭上係唔係有五色雲彩冒起嚟啊？陳長青又碰咗一個釘，賭氣唔再講啲乜。我問孔振元：後來咁仲有冇提起我呢？孔振元又講啦，果然佢第二日就真係唔記得，而且我都根本唔知道你係邊個，應該去邊度揾你，我都放低唔理啦。孔振元又講，佢每隔一個時期會催我一下，我都係敷衍過去。到咗最近，佢健康又越嚟越差，催到更急。嗰日我忽然聽到有人叫你個名，就係你提出嘅要求啦。我感到十分失望，停咗片刻再問：江老師死咗之後，仲有冇提我啊？孔振元咗一聲，江老師出殯嗰日，佢堅持要到靈堂，勸都勸唔到，坐住輪椅。我一直小心翼翼咁陪着佢喺江老師嘅靈前呆咗好耐。江老師係佢唯一嘅朋友，自然佢好傷心。我提示着，咁樣佢對江老師嘅遺體係咪講咗啲乜呢？孔振元點頭，係。佢呆咗一陣，叫着江老師嘅名講：你倒俾我先走，而家只得返我一個人知道大禍將臨。除咗一個人之外，邊個能夠睇到七星聯盟嘅異象？吉星便應在此人身上。就係呢兩句。孔振元講嚟好平淡，可是我卻大為震動。陳長青更係指住我嘅額角：你聽到未啊？你係吉星嚟㗎，同空象對抗嘅吉星啊！呢個時候，我突然感到極度疲倦，一件我根本唔可能做到嘅事硬派在喺個頭上面，而且呢件事都係咁樣咁虛無而不可觸摸，真係令人心底感到疲倦。我用力撫摸着自己塊面，我又唔諗到啦，一個整座嘅大城市毀滅嘅可能。陳長青張大個嘴，我道：如果有一粒小行星忽然脫離咗軌跡，衝向地球咁樣，即使呢粒小行星嘅體積只係直徑1公里，咁又足以令到一個大城市徹底毀滅。陳長青講：即使再細一啲啊，佢都足以造成驚人嘅破壞力。我攤開張手，又講：咁樣你叫我點算呢？就好似電影中嘅超人，一面叫住，一面飛上天，雙手托住嗰粒小行星，把佢送返軌跡去呀。陳長青無話可說，但係佢真正固執得可以，喃喃道：總之你係個吉星，只要你睇到東方七宿中嘅七星聯盟嘅異象，或者就係另外一種形式嘅破壞力量啦，你係可以阻止㗎。我嘅聲音聽起嚟都好疲倦，但係我都仲係用咗十分堅決嘅語氣講：從而家起，我決定唔會再記住呢件事嘅啦，我就當係一場夢啦。陳長青咁望住我，我已經轉過頭去向孔振元道別。陳長青追住出嚟：喂，如果我諗到啲咩破壞力量你？我唉咗一聲答佢：唔好嘥自己嘅努力啦，都係嗰句說話，一種力量啫嘛。如果你能夠毀滅一個大城市，咁就決唔係一個人嘅力量可以阻止㗎。陳長青講：邊個話㗎？一定係你一個人嘅力量去阻止啊！亦都有可能係由你開始發動起一股力量嘅咋，同毀滅力量相對抗啫嘛。我緩緩地吸咗一口氣。陳長青嘅話都唔係冇道理，我亦都諗咗陣，答返佢：好啦，我哋不妨再努力去揾睇下有啲乜嘢嘅破壞力量啦。我講，又拍咗拍佢嘅肩。睇起嚟吉星係你唔係我喎。
陳長青十分嚴肅一本正經地講：咁樣你咁唔係啲咩稀奇啊？地球上有好多人啊，都受着億萬星體嘅影響。我諗，但係由於人類嘅腦入邊有一種特殊嘅能力，每個人呢對呢種能力又各自不同。億萬星體嘅放射出嚟嘅億萬種唔同嘅射線之中，充滿咗唔同嘅能量，可以呢同邊一個人嘅腦部互相結合，就會影響呢個人嘅腦部活動，決定佢嘅才能、思考活動甚至性格㗎嘛。呢個時候，我同佢已經走出咗孔家嘅大宅。我聽得出佢忽然講出咁有系統嘅一番話嚟，我不禁嚴肅起嚟，一聲，亦都表示同意，亦都答返陳長青：你呢個講法都十分新鮮。人同人之間性格唔同先有異啊嘛，本嚟就係神秘不可思議。現代嘅科學無從解釋，天從何來呢？性格由啲咩嚟決定呢？你用唔同嘅人受唔同嘅星體放射力量影響嚟解釋，真係創舉啊！陳長青高興至極，聲音都高咗唔少。係啊，你諗下，莫扎特4歲會作曲，愛迪生一生之中發明咗幾百種嘅東西，愛因斯坦相對論一直到而家都係科學嘅尖端。有嘅人天生係政治家，有嘅人天生就係科學家，有嘅人庸庸碌碌，有嘅人光芒萬丈，全部係唔同嘅人受咗唔同嘅星體影響嘅結果。我拍拍佢嘅背脊，講：要係兩個人嘅性格相仿，先能夠有相類，咁就有可能係一個星體影響咗兩個人。陳長青講：我都係咁諗啊，呢個都係我人生多年嚟嘅研究所得，而且我相信一個人接受星體嘅影響，從呢一個人一離開娘胎就開始，當呢個人嚟到呢個人世，宇宙嘅星體運行情形決定着個作用。我緩緩地講：你咁樣講都簡略到解釋點解根據一個人嘅精確嘅出生時刻，可以推算呢個人嘅大致命運同埋呢一種尖算法。陳長青更興奮，再講：可以支持我嘅理論事實係咪好多呢？西方嘅人把人嘅出生年月日分成12星座，佢哋早就發現醫生、藝術家等等㗎啦，大家都係屬於同一個星座。嗰個正係下晝，我抬頭向天，自然一顆星都睇唔見。我嘅心中十分感嘆，就算喺晚上，我哋抬頭望向星空，可以通過肉眼睇到星星，只怕不過係實際上宇宙星體嘅億萬分之一。宇宙中嘅星體數字自然遠遠超過40億嘅地球人嘅數目，每一個人可能有時都係唔止受一顆星嘅影響。陳長青知道我喺度諗緊啲乜，亦都講：當然，我諗唔係每一個人都可以有幸可以受星體影響。喺非洲深山中嘅土人就未必有啦，但係非洲部落中出眾嘅人物，例如巫師、酋長、出色嘅獵人、戰士，佢哋點解會特別出眾呢？自然有某種神秘嘅力量俾佢哋才能。我嚟到呢個車邊，請陳長青先上車。陳長青入咗架車度，亦都好起勁地講：以前有好多問題我諗唔能。譬如講人嘅命運就奇妙之極。以中國過去嘅情形嚟講，譬如講打仗，一條村嘅農民一齊去當兵，點解10年8年落嚟，有嘅就一早打死咗，有嘅當嚟當去都個小兵，有嘅卻成咗將軍元帥呢？命運其實都係來自星體影響而嚟。我望住佢，你創造咗呢一種新鮮嘅論點，當然都係由於某個星體影響。我呢個時候咁樣講，一啲譏諷嘅意思都冇。陳長青不禁妄自菲薄，自然係人嘅一切活動皆源於此，只係我唔知道呢一顆乜嘢星或者離地球有幾百萬光年咁遠。呢一種星體嘅神秘放射力量影響人嘅腦部活動論，當然冇辦法有啲乜嘢確切證明，但係恰如陳長青所講，可以解釋人嘅命運、才能、氣質、活動嘅來由。我駕着車送陳長青返去，陳長青亦都叮囑我一句：唔好唔記得你係7星聯盟大空象嘅吉星啊！我只好順口答應，駕車直駛回家。一入門我就直奔地下室門口，大力敲門。你唔好再嘥時間去搞嗰啲鎖啦！我連忙叫咗2次，聽唔到白素嘅回答，我仲以為佢唔喺地下室入邊。我去推門，發現門係鎖住，我又叫咗2聲，聽到咔嘅一聲，門自己打開，開門嘅正係白素。
我一眼就睇到好幾個黑漆漆描金箱子放喺地下室嘅中間，一共有9個，箱蓋都打開，睇起嚟白素已經完成咗佢嘅壯舉，連最細嘅嗰個箱上嘅9指連環鎖都俾佢用正確嘅方法打開。我亦都睇到喺一張桌子上，全部都係大大小小白銅鑄成嘅圓環，嗰個自然係從鎖上面解落嚟㗎。每一句9指連環一共有18個銅環。8個鎖就有144個大小不同嘅銅環，大小直徑有5公分，細嘅都係唔夠1/10。我搖着頭，唉，真係偉大啊！你揾到啲咩未啊？我一面向着白素睇，一睇之下不禁突然吃咗一驚。剛才我一打開道門嘅時候，就根本就睇到個箱銅環，就冇注意到白素。直到呢個時候，我先睇到白素嘅神色蒼白，一手按着張台，幾乎連企都企唔穩，分明係受到極度嘅震撼。我一驚之下，連忙四面睇，想弄清楚係啲乜嘢令到白素嘅神態如此反常。因為要到白素露出咁樣震懾嘅神情，咁一定係非同小可嘅事。可是我一看之下，卻冇乜嘢足夠以構成威脅嘅人同現象。我心中突然一動，問啦：你真係喺個箱入邊揾到啲咩啊？照着呢啲唔可能嘅事，大大小小嘅箱，每一個我都打開過，空無一物。既然空箱，唔好話用啲乜嘢方法打開，始終都係空箱。我相信呢一個點。白素迅速地鎮定落嚟，不過佢嘅聲音都係唔十分正常。我冇喺個箱入邊發現到啲咩啊！我走過去握住佢嘅手，佢避開我一下，可是就冇掙脫。佢嘅手竟然係冰涼嘅，咁令我更加驚愕莫名。我把佢輕擁在懷中，連聲問：發生咩事啊？你講啦，發生咩事啊？佢個頭靠近我嘅肩，呼吸漸漸正常。過咗片刻，佢抬頭掠一掠啲頭髮。呢個時候喺佢塊面已經再睇唔到啱啱驚惶嘅神情。佢先望咗我一下，睇到我因為關心佢而一臉驚惶，反而微笑地安慰着我：唔使咁緊張。我即刻問返白素：你係咪冇睇到你啱啱嘅情形啊？你嘅手而家先係仲係好凍喎，發生咩事啫？白素低下頭就講啦：有一啲發現，但係我仲唔能夠確定係啲乜。請你唔好再問我住，等我自己點一點，俾一俾頭緒自己，我先同你講啦，好唔好？呢一個真係要命之極，白素明知我心急如焚，係藏不住㗎，可是佢又唔講，而我亦都知道白素如果講咗叫我唔好再問，咁即係講無論點樣問都唔會有用。我呆咗一呆，哀求道：先講一個大概啦，總可唔可以啊？白素嘆咗一聲，講啦：唉，如果我自己知道係一個大概，咁我就可以話俾你聽啦。我再向地下室望咗一望，除咗打開嘅箱之外，一點特別都冇。睇白素身上，亦都睇唔到有啲乜嘢特別可以令人震撼嘅東西藏着。我可以立即肯定白素有一啲發現㗎。嗰啲發現係令到佢咁震驚嘅，即係講我返嚟之前嘅一剎那嘅事咁樣。佢嘅發現自然係來自嗰個箱。我向住嗰個9個大小不同嘅箱望咗一眼，白素嘆咗一聲：唔好花太多時間啦，喺嗰啲箱度啦。我笑一笑，盡量想令到個氣氛輕鬆點。亦都講此地無銀300兩。白素又嘆咗一聲講：隨便你啦，你都唔明白。佢講到呢度，窒一窒，忽然轉變咗話題。今日點解你咁早返嚟嘅？你係咪有啲咩發現啊？我即時講：係啊，大發現！我哋交換咗互相之間嘅發現，如何呢？我走過去踢過咗幾塊嘅大箭，拉著白素坐落嚟。我同陳長青喺記載中發現公元78年有過一次7星聯盟嘅記錄，預兆着1年之後一個大城市嘅毀滅。白素停一停幾秒，就嘅咁一聲：龐貝城。
我講係啊，所以呢次東方七宿顯示咗七星聯盟嘅異象，亦即係可能係頂兆着。白素緩緩地接落嚟，東方一個大城市毀滅。我移動咗一下個身，令到自己半躺得更加舒服，又把孔振元嘅話同我與陳長青嘅討論以及陳長青嘅新鮮睇法都同佢講一次。講完之後，我先講，孔老頭子今次恐怕搞錯啦，毀滅一個城市嘅力量唔係人類所能夠挽回㗎。白素先係唔講啲乜，過咗一陣先講。你哋設想下，好多可以毀滅一個城市嘅力量，好似地震、海嘯，甚至連小行星脫離軌道都諗到。我講係啊，我哋設想咗好多唔同可以毀滅一個大城市嘅情形。我講到呢度，白素突然作咗一個手勢，阻止我繼續講落去。我望住佢，睇到佢喺度沉思，可是等到好一陣，亦未曾講啲乜。我問，你係咪諗到啲乜呢？白素嘅神情十分迷惘。仲係一個迷糊嘅概念嘅。陳長青嘅講法好有趣，每一個人都受一顆獨特嘅星神影響。佢忽然之間又轉變話題，我只好順口應着。白素又講，呢一種講法可以成立，我諗受咗影響而變成大人物㗎，一定係十分顯而易見嘅星體啦。我突然諗起咗孔振元記錄中嗰張字條。係啊，孔振全嘅想法係同陳長青一樣，不過講法略為唔同。陳長青嘅講法係現代語言，孔振全用嘅係星相學嘅術語。白素大感興趣講，孔振全點樣講呢？我諗咗一諗就答返佢。佢話東方七宿主星30火都象徵着一個人，佢連嗰30個人嘅名都查到出嚟，亦都講天下大亂、生靈塗炭、血流成渠、庶民遭殃，全部都係由嗰度開始。白素震動咗一下，用十分緩慢嘅語調道：係唔係講30火星影響咗地球上30個人，令到佢哋做出天翻地覆嘅事？我講多半都係咁嘅意思啦。睇起嚟，當日黃巢造反殺人800萬，星象之上一定有着明顯嘅示警。佢亦都推算着呢30個人會喺20年之內自相殘殺。我講到呢度，突然之間都停咗落嚟，立即又諗到孔振全觀察到天福星由暗而明嘅現象，感嘆災禍太平盛世嘅共存，結合咗近代世界局勢嘅變化，精呆而不能再講落去嘞。白素望着我，咁又點啊？我深深吸咗一口氣，近30年嚟嘅變化，孔振全早已由星象上得到啟示。白素神情睇起嚟有啲鬱悶，緩緩點着頭，係早已喺星象上有警告。我同佢都沉默，唔知講啲乜先好。象徵同提示如此明顯，令人感到震懾。過咗好一陣，我先知道東方有一個大城市嘅毀滅。我同陳長青都首先諗到東京會遭受一次大地震。白素淡然一笑，相當合理啊。如今我哋都冇乜嘢可以做㗎啦。我睇將呢件事都唔好忘，我哋不如將呢件事都忘記先啦。本嚟呢啲都係啱我嘅意思，我已經對陳長青亦都講過，把一切全部都當作一個噩夢算數啦。但係呢個時候我卻唔願意咁樣做噃，因為白素明明就係發現咗啲乜，但係又唔肯同我講，佢嘅呢個神態又令我唔想放棄。我諗咗諗，我唔會放棄㗎，除非你將你發現話俾我聽啦。講咗之後，我又講唔好唔記得啊！我係呢個未來大災禍嘅唯一吉星。白素笑咗起嚟，你呢個人我已經講過俾你聽啦。我其實只係有一個極模糊嘅概念，根本乜嘢都講唔上嚟。唔係點解唔講俾你聽喎？接着佢由個墊上跳咗起身，冇意義地翻嚟行嚟行去，手放喺台度撥動着桌面上嗰啲大大小小嘅銅環，睇起嚟正係思索着啲乜。我唔去打攪佢啦。佢撥弄咗嗰啲銅環一陣，睇起嚟好似都下定決心，轉過身嚟揮着手。
我都係決定將件事忘記算啦。災禍真係要降臨，邊個都阻擋唔到㗎啦。我睇你呢個吉星係假嘅，根本就起唔到啲咩作用。我企咗起身答返佢，暫時都係只係咁樣諗啦。當日晚上，我哋喺外面作咗幾夜嘅消遣。晚飯後又到一個朋友屋企中閒談，嗰位朋友亦都約好咗一啲朋友嚟，我亦都把陳長青都叫埋一齊嚟，一面飲着純酒，一面天南地北講。我出咗一個問題叫大家回答，問題嘅係試舉一種可以毀滅一個大城市嘅力量。答案到唔少，但無非係地震、瘟疫、核子嘅戰爭等等，都係我同陳長青諗到過㗎。只有一個人嘅回答就好特別，佢就話啦：大城市係好多人聚居嘅一個地方，一定係呢個地方有吸引佢哋往下來嘅理由。如果忽然之間好多人都覺得唔再想住喺呢個地方嘅，一齊離開，咁樣呢座大城市都等於毀滅。即係一個好新鮮嘅講法，亦都有人講，當年美國西部淘金熱形成咗好多鎮市，後來金塊淘完啦，大家都離開，呢啲鎮市咪變咗死鎮咯。我又反駁佢哋，呢啲小鎮唔好唔記得，我哋指嘅係大城市，至少有過百萬以上嘅居民。嗰位朋友大笑講：哈哈哈！我只係提出喺理論上有呢個可能，事實上就算係地震、核子都唔會把一座城市徹底毀滅㗎，總係有一啲剩低㗎嘛。陳長青就唔同意，維蘇威火山爆發嗰個時就毀滅咗整個龐貝城喎。嗰位朋友立時講：龐貝係當時一個大城市，同今日嘅發展相比，都不過係一個小鎮啫。陳長青眨一眨眼答唔上嚟啦。後來話題一轉，陳長青亦都講到佢對星相學嘅研究。看來人人都有一種預知自己命運如何嘅願望，所以陳長青立時成咗眾人請教將來命運嘅焦點。陳長青趁機有大發揮一下嘅命運啦！受宇宙星體神秘力量所影響嘅新理論，大家討論得都十分熱烈。我向白素使咗個眼色，向主人告辭，走咗出嚟。夜色十分好，我哋揸車到咗一個比較僻靜嘅所在，倚着車子抬頭望向星空。呢啲日子嚟，我對星象已經熟悉咗好多。星象恆古以嚟都係一樣，只有少數人先能夠從中睇到佢哋對地球上事物會發生巨大嘅影響。睇咗一睇，我忽然諗起第一次我哋見孔振傳返嚟討論着星象嘅問題，你唔同意神秘嘅影響力量係來自星球上嘅高級生物？我總係講總唔會來自一塊石頭。你講我嘅話有點道理，係呢個意思嘛？白素指着天空，呢啲都唔容易明白。天上每一粒星都係一塊石頭，不過係體積大一啲啫。我不禁失笑，原來如此。白素講，可是咁多個石頭加上無限嘅空間，構成咗無邊無際嘅宇宙。喺宇宙中究竟存着幾多唔可以預測嘅呢？對地球人嘅影響力量，只怕再過幾十萬年，人類都搞唔明白㗎。我沉默咗一陣，才講，睇嚟你都十分同意陳長青提出嘅觀點。白素遲疑咗一下，亦都點點頭，咁顯得佢心中亦都唔係十分肯定。過咗一陣，佢又講：來自星體嘅影響力量一定係不斷改變㗎。如果能令到呢種影響力改變，咁樣受呢一種星體影響嘅某一個人思想行為就會改變。理論上可以咁講，唔係咩？我呆咗半晌，亦都係一個十分虛幻嘅問題，好難捕捉到問題嘅中心。諗咗一陣之後先講，再作一個假設，亦即係我哋所稱嘅神秘影響力量係一種輻射力，由於同唔同嘅人腦部產生咗某種聯繫，才影響咗呢個人。咁樣如果輻射能嘅性質改變，亦即係呢個人就唔再接受呢一種星體嘅影響啦。
白素講：啱啦，我都係呢個諗法。結果係呢個人變咗，同以前唔同。我苦笑咗一陣，亦即係不着邊際至於極點嘅討論。啱，理論上應該係咁講。可是白素卻一面望着星空，一面在作十分認真嘅思索。過咗一陣，佢就嘆咗一聲：不如我哋返屋企咯。我倒係真希望再讓我睇到一次青龍七星中嘅星芒聯會嘅情形，可是呢種異象顯然只係十分獨特嘅時間先能夠睇得出嚟。剛才已經睇咗好耐，連條頸都有點酸啊，亦都係仲係乜嘢都冇睇到。返到屋企，白素真係似完全冇發生過事一樣，提都唔再提星象呢兩個字。佢唔再提，我亦都唔再講。第二日我醒嚟之後，佢已經出咗去。我連忙到地下室，花咗半日時間，把嗰個9個箱裏裏外外仔細檢查咗一陣。要打開嗰個9柄9指連環鎖真係唔簡單，白素能夠喺10幾日嘅時間中就完成，不容易之極。可是9個箱明明就係空嘅，乜嘢都冇，沒有夾層，亦都沒有任何秘密。我唔準備再浪費時間，轉身走咗出去，身子喺嗰張台度碰咗一下，令到台上有好多銅環相碰，發出一啲聲響。我思緒十分紊亂，順手攞起其中一個銅環，玩下咁，視線仍然停留喺嗰9個空箱。突然之間，我覺得手中嘅銅環忽然變咗形。低頭一睇，手中嘅銅環被我無意之中拉開嚟。原來銅環上有3處地方係有着製作極精巧嘅鉸鏈，可以把圓環拉直，變成4個弧形。我呆咗呆，再攞起其他嘅銅環嚟，不論大小，每一個銅環皆是如此。當我哋把10幾個銅環拉開之後，亦都發現銅環上都有十分細緻嘅花紋刻着，嗰啲花紋全然沒有規則可言。如果只係單獨嘅一個嚟睇，絕對睇唔出嗰啲刻紋有啲咩意義。喺偶然之間，把2個相同嘅大小銅環並排在一齊時，先覺得值得注意。圓形嘅環被拉成4個弧形，一個和一個可以並排放埋一齊。我將18個最大嘅銅環放埋一齊，注意到嗰啲刻紋，如果經過排列，可以連結起嚟。我約略排咗一陣，就達到呢一個目的，顯露咗一個圓形。一睇之下就呆住啦。嗰個係一幅地圖，而且幾乎任何人一睇亦都可以認出嚟嘅地圖。喺地圖中有一個黑點，黑點唔係太大，大小亦都不一。銅環沒有被排列起嚟，呢啲黑點絕對唔會被留意，因為環嘅白銅鎖住有一啲瑕疵，形成咗小黑點，十分平常。但係當銅環被排列起嚟，露出咗地圖，嗰啲小黑點嘅作用就十分明顯。呢個一定係指示着啲乜嘢？一般嚟講，地圖上嘅點當然係指示着地方所在，大嘅點表示嗰啲大嘅地方，小嘅點表示係嗰啲小嘅地方。可是我仔細睇咗一下，又覺得嗰啲黑點嘅所指示嘅並唔係地方，因為嗰個地圖嘅近中間部分至少有6個黑點聚集喺一齊，有大有小，包括所有黑點中最大嘅一點在內。既然地圖係我所熟悉嘅，我自然都可以知道嗰個地方唔應該有咁密集嘅6個城市，而另外有一個相當大嘅黑點所在嘅位置根本唔應該有城市。咁樣講，嗰啲黑點究竟代表啲乜嘢呢？待續，各位晚安。